这条大路通台湾，刷来要带主持人行向多元文化的路径。今日足幸运的呢，你看到无？伊的小宝宝伫咧内底，是毋是足 Q 的？会当扭这长的咧，啊，树灵藤咧，树灵藤。这条路是英国理名师 John Thompson 甲传教士马雅各遗书，伫1871年来台湾行过脚迹。哦，这个是对白啊！你也无安尼过开，我可真正看无咧。第一个任务是爱阿文甲阿田找出一个捌失落的文化，这个答案是啥？应该拄到什么关卡？这过来啊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敢要到？啊5月12号拜二暗时9点，对应今日这条大路通台湾，做伙来去找捌失落的族群文化。这条道路通